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網絡大小事。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勁爆嘅新聞，真係令全香港人都嘩然。話說尋日喺荃灣廣場，有一對男女去食火鍋放題，竟然做出咗一啲令人非常震驚嘅行為。到底發生咩事？我哋即刻睇下。9月27號中午12點左右，荃灣廣場間千海水產海鮮火鍋放題出咗單好離譜嘅事。有一對男女客人喺度食緊火鍋放題，點知俾鋪頭嘅閉路電視影到，佢哋居然偷偷地將大量食材塞入個環保袋度，想拎走呢間千海水產。大家都知啦，出名啲海鮮新鮮即撈。最精彩係成個過程俾職員用隨身攝錄機全程拍低咗。段片裏面見到個職員好有禮貌咁行過去同對客人講，唔好意思，CCTV 打電話落嚟，話見到你哋好似唔覺意擺咗啲嘢食落個袋度。個職員真係好有耐性，跟住再勸佢哋，麻煩你哋攞返出嚟啦，因為我哋睇住個案，攞返出嚟件事就簡單啲。為咗食物衛生啦，你哋喺度食晒佢唔緊要，食得晒可以全部喺度食。啲網民之後都大讚個李經理處理得好得體，佢自己都有解釋返佢點樣處理件事。首先好多謝媒體嘅朋友，我都有睇到啲留言。其實我哋嘅宗旨對住顧客方面，都係希望佢哋攞返唔覺意放入袋嘅嘢，我哋可以收得返。最主要都係為咗保障返客人嘅健康。你諗下，如果佢哋拎返屋企煮，食到唔舒服要睇醫生，咁就會影響到公司聲譽。我作為前線經理，一方面要保障食客健康，另一方面都要保障公司啲食材係點樣處理。經過職員檢查，呢個環保袋入面嘅嘢真係嚇死人，有蝦、生蠔、蟹、肥牛、魚片，甚至仲有幾包出前一丁。最誇張係部分鮮蝦仍然生猛。李經理仲講，有些客人誤解我哋放題食法啫，希望教育勸喻，下一次明白。大家都是想減輕嚴重性，沒必要太過演責或用自己個人性格或偏激盯住每位顧客。反而我們大家做好件事，交回產品出來給我們處理報銷，不想影響客人不公平。原來可以任攞，並不是這樣的指引，我們可以有 win-win 雙贏的效果。顧客樂意給回我們，在一個和平氣氛解決之下，而不會影響周邊顧客用餐的體驗為先。李經理仲爆料話，其實今次唔係最誇張，有一次在某些分店又係兩位拖喼來放接近10幾30罐飲品，原來仲有人拖住喼嚟裝飲品，真係無奇不有。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呢段片喺社交媒體瘋傳，網民嘅反應真係一面倒。網民留言精選肉酸到爆，職員好有禮貌，值得讚賞。旺角兆萬中心有放題店同業立刻抽水，拍片重演返呢個尷尬場面，提醒食客食得晒先好嗌，大家唔好打包啊！唔好意思，先生 ，CCTV 打電話嚟嘅，你係咪唔小心擺咗啲嘢食落個袋度啊？冇啊！麻煩你攞翻出嚟啦，咁樣會簡單啲啊！哇，你咁大個袋嘅？嗰啲唔係㗎，嗰啲牛肉應該係我哋公司嘅。麻煩你攞埋出嚟啊！唔該晒。仲有嗰啲攞埋出嚟啊！仲有啲蝦嗰啲，攞埋出嚟啊！仲有嗰啲攞埋出嚟。攞埋出嚟啊！攞埋出嚟啊！小龍提提你，食得晒燒嗌，為咗衛生問題，大家唔好打包啊！點解呢段片會流出嚟？李經理解釋，影片其實係內務部培訓資歷較淺的同事如何處理客人以上情況的對答，我們內務部都跟進中，是哪一方做得不夠理想完美，未來日子我們會探討跟進。而影片傳送去內務部未這樣，我們深感歉意，沒有刻意主動性公審兩位顧客，影響到兩位顧客的心情，這方面致歉。原來片段本來係用嚟做內部培訓，唔係故意要公審客人。
但係因為傳送時無遮樣，先至流出咗。仲有網民發現貪心男事發時身穿嘅黑色貼，左胸口有一個寫住 EMT 嘅標誌，即係緊急救護技術員。經查證後，事件中的男子證實為曾在醫療輔助隊受訓但已離隊的前隊員，仲強調醫療輔助隊一向重視隊員之紀律與操守。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指出，雖然係任食放題，但唔代表可以任拎，行為已經超越店方可容許進食嘅份量。取走食材一刻已可構成盜竊罪，最高判監10年。就算今次佢哋最後交返晒啲食材，都有機會觸犯企圖盜竊罪。牛角老闆黃傑龍都有評論，佢讚職員處理得好有禮貌。佢仲話，如果呢類情況太嚴重，可能全行都要加價。他強調，若餐廳將客人私隱未經同意公開，一旦嗰兩個人識玩，民事索償你，即刻原告變成被告。佢認為，由於影片顯然由餐廳拍攝並擁有，無論由誰發佈，餐廳都負最大責任。千海水產嘅經理陳小姐接受訪問時話，呢對客人之前都嚟過2、3次，類似情況是很少有的。今次情況都算係幾誇張的，因為成個膠盒咁多，都是放了海鮮，客人交回食材後，食多半個鐘就自行結賬離去，店方無報警。佢補充話，偶爾會發現客人帶走1、2支飲品，都會禮貌提醒，大部分客人都好合作。根據業內人士透露，經驗豐富嘅職員會觀察異樣客人，行為舉止閃縮會多加留意。過往都捉過企圖帶走食材嘅客人，只要配合交出，店方一向唔會報警，唔會將佢哋列入黑名單。相信客人偷過1次後，大多唔會再光顧同一店鋪。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呢件事真係俾全香港人一個反思機會。作為香港人，我哋嘅品格同素質真係好重要。雖然經濟環境唔好，但都唔可以做出呢啲有損香港人形象嘅行為。任食放題喺香港好受歡迎，但係任食唔等於任拎。大家都要明白，餐廳嘅規矩係為咗保障所有客人嘅權益同食物安全。其實類似嘅事件都時有發生，只係今次俾人拍低咗，先至引起咁大迴響。好啦，講到呢度，我想問問大家嘅意見。你哋覺得呢對客人嘅行為係咪太過分？如果你係店員，你會點樣處理？你哋覺得店方應該點樣防止呢類事件再發生？記得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你哋嘅諗法。呢單荃灣火鍋放題事件真係令人深思，希望大家都可以從中學到嘢。如果你哋鍾意今集節目，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冚埋個鐘仔接收最新資訊。下集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多精彩嘅網絡新聞。我哋下次見，拜拜。